人過咗60歲，最怕嘅唔係屋企少一個人陪，最怕係身邊明明有人，但每一個人都喺度消耗你。有啲人一開口就令你心跳加快，有啲人一出現就令你成晚瞓唔着，有啲人明明同你冇深仇大恨，但佢講幾句說話，你個心就好似俾人搞亂咗一樣。今日呢個題目講得重，話過咗60歲，有4重人打死都咪見，見一面接受3年，行衰運到年底。大家先不要驚，亦不要把這句話當成咒人。我哋今天不是講恐嚇，不是講迷信，而是把這句話轉成一個晚年提醒。人老了，心氣比面子重要，睡眠比輸贏重要，家庭和氣比一時爭辯重要。所謂接受，不是說見一面真的少3年命，而是有些人會令你見完之後日日想，日睡不好，心一亂，口就亂，口一亂，家就亂，家一亂，家一亂，身體就跟住受影響。這串生活因果才是最值得我們警醒的地方。人情多就是福氣，邊個叫你去飲茶？因為年輕時體力夠就冇，現在炒一價還能再賺回來，現在這錯一筆錢可能變成那藥錢養老錢的缺口。晚上努力還在賺，到這個年紀可以參考，但真正影響晚年生活的，咪日日親近怨氣，心自然變沉；日日聽是非，口就容易造業；日日同貪心人坐埋一齊，慢慢柔和。晚年真正的財位，在你肯惜福的地方；真正的病位不在屋角，就在心口。同所有人反面，怨痴不是仇恨，各位同消耗保持佢痴。好未？你要明白，有些緣要珍惜，有些緣要靠下來，有些人要靠近，就是保命。有一個特點，今日怨仔女不孝，明日怨媳婦不懂做人。永眼裏永遠是別人錯，世界錯，老天錯，從來不肯回頭看看自己心裏裝了多少怨，屋企嘅心都沉咗。邊個老就跟住轉晒日，這從人不一定是配人。還要把輔導給身邊所有人。到樓下同一班街坊坐，大家講來講去都是誰家媳婦不好，誰家仔女不孝，誰又佔便宜。最初他只是聽，禮買水果，他嫌不夠甜，媳婦煮飯，大變的是他個心。以前家裏一點小事，他能笑笑過，現在一點小事，他是一點一點把心染灰。你每日聽的話，清靜話令人安定，是非話令人煩躁。底裏謀，你會想人家有急事，現在你會想人家看不起我，這就是心被怨氣帶走。嘴巴不清靜，大家都有難處。如果對方聽不入，搵話題，他繼續講，不是法官。每個人的怨氣，你是修行人，只需要把自己這一念守住。屌少見的人，那這60歲，好多人手上有少少積蓄，不是大富大貴。這些錢不是用來顯擺，是晚年一份底氣。偏偏有些人，我就轉一下，聽實很傷人。答得方便，你不借，他說你冇情，你借了。養老，結果一個遠房親戚來借錢，說只是周轉2個月。再等一等，女怪他自己日日偷偷還，說到不只是那筆錢，就是糊塗人情的苦，也不助長對方貪心，表面是幫他，實際可能害他。為病了不慌的底氣，還能頂得住的保障，你可以幫人，但一定不能把自己的晚年安全交出去。你可以慢慢講，都係幫唔到。那你也剛好看清這段緣，很多時候，這句話聽起來冷，但晚年要看明白。我嘛不是叫你變冷，數嘅人，他提舊事，你和仔女關係好少少，你跟他計，因為他針對的不是你的錢，而是你的情緒。兩個人相處幾十年，彼此最知道對方痛處，都受夠了一句仔。
裏邊成這樣都是你慣出來，就能把對方多年舊傷翻出來。心火一起，血壓上來。你以為自己只是爭一句道理的話過來，早唔理你，狂說又咁多委屈，責任咁架人醜，你不要馬上回，你默念一句阿彌陀佛，想贏一口氣，並不是事情本身有多大，最後大家都輸掉一晚安處。病從人表面未必兇，甚至很熱情，到你個心變冷、變貪、變怨、變計較，等佢哋致敬。他說最實際得到底收心好似冇用，就是身邊一個講話有分寸，做事有良心，會勸你向前的人，惡知識也不一定配到犯法。60歲之後，人最需要的不是再去爭一口氣，而是守一口正氣。一個人引你向善，但要保持佢痴偽，還會被欺負。你信因果有乜用？聽一次兩次也許沒事，聽久了把現在你會想別人活該。以前你同家人吵完，以前你心裏還有一點柔軟，現在你覺得柔軟就是沒用。身邊一位老朋友，他見你上馬仔裏就勸你，人生前半場，有人帶你賺錢，有人帶你把心安住。該問候就問候，但守界線。你可以聽一陣，但不陪他講3個鐘是非道理。不，你可以尊重他說話，但不能背他一生。你可以愛他，但不能用自己的健康去玩他改變，而是讓他學會負責，晚年同仔女相處。等得好可以先問。70歲已經不是講誰完美，很多都已經跟了大半生。不是說過去的痛不算，而是你要問自己，如果你不想，就要慢慢學把舊賬合上。合上不是否認，凱運喂，聊聊很多別人家的事，而更清靜。前努力，每日出聲之前講完，我個心會不會更亂？就揾個講法，如果講完更亂，就念佛代替，一句多謝，到不求多，食飯前感恩有飯食，願眾生吃苦得樂。日晚睡前想想今日有沒有講錯話，而是在生活裏有一個安住點。你日日念佛，專員少講傷人的話是專業，多念佛多行善，都換方法。留福貪小便宜，留福來往的人寫下來，然後問自己，見完這個人，更想抱怨，等他，我的晚年時間究竟流向了哪裏？有心理還天天罵對方，這樣還是沒有真正遠刺。你受過傷，但不要讓教訓變成怨毒。你可以保持界線，才有佛法味道。讓你不被耗，沒有慈悲，容易變得刻薄，兩樣都有。大的人也不是道理講最多的人，因為他會耗你心氣。更扮清靜，多一點感恩，少一點怨氣，多一點佛號。真正尊重你的人，不會天天挑你痛處。真正的善知識留下來的人是好緣，因為你有界線而走開的人，也許正好替你清路，賢會來，不再證明自己當年多委屈，不再證明誰欠你最多，很多證明到最後只是讓自己更累。到拿來睡一個好覺，拿來同家人講一句好話，你可以先不恨得那麼深，不讓他的影子沾滿你的晚上，放下是一步一步的。但我今天不再讓這件事毀掉我的飯、我的睡眠、我的佛號、我的晚年，這就是開始。不是誰輸誰贏，中貪就帶着貪走，
心理裝佛號，感恩善念。你的心準備好一條路，少見消耗你的人，就是多一點智量。同家人和合，就是少一點牽掛；學會放下，就是多一點自在。被拖走清醒的人，也知道哪裡可以安住。打造你從情緒裡回到佛號，而是把日子用來修心養身和加念佛。願你晚年不求大富大貴。南無阿彌陀佛。不要急着去改別人。這三個問題，不是為了面子做了讓自己不安的事，反覆折磨自己。這三個問題，停一停，不是逃避，卻難纏。外人說你小氣，自己意若錢不夠。被照顧的眾生，佛法講慈悲，你成為家人的擔憂，這也是功德。信佛不是讓人利用，信佛是讓人有智慧。不想因為糊塗波網而生怨。我信佛，讓講不忍。從以前派人講，在願意守清靜，從以前一點就着，變成現在會念佛停一停，這樣的變往柔和處變。真正為你好的人，不會天天挑你痛處。留下來的人是好緣，因為你有界線而走開的人，要守住善念，過階段，不再證明自己當年多委屈，不再證明你比誰有良心，很多證明。道佛菩薩之道，拿來說一個好覺，記一下子原諒，不把他的名字掛在嘴邊，先不讓他的影子沾滿你的晚上。你可以承認有事，但我今天不再讓這件事毀掉我的飯、我的睡眠、我的佛號、我的晚年。心理狀態，60歲後最要緊的就是替自己的心準備好一條路，就是多一點資糧，同家人和合，就是少一點牽掛，學會放下。的人就算身邊有風浪，也知道哪裡可以安住。從怨氣裡醒一分，從貪念裡從一點，不再把寶貴日子浪費在消耗你的人身上，而是把日子用來修心養身和加念佛。咱只求無愧，不求熱鬧圍繞，只求善緣相伴。高啦，太熱。第三，我最近是不是把某個人的一句話放在心裡反覆折磨自己，就說明你要停一停了。上道你不舒服卻難產，愛人需要錢，這是忘了自己也是一個需要被照顧的眾生。給照顧好，不讓自己成為家人的擔憂。信佛不是讓人利用，所以我不想助長貪心。我信佛，我願意祝福你，但我也要守住自己的本分。這樣講，前什麼都忍，從以前追着人情跑，變成現在願意守清靜；從以前一點就着，變成現在會念佛停一停。處變，終為你不借錢就翻臉，真正為你好的人，不會拉你去怨、去鬥、去貪，能因為你清醒而留下來的人，緣來緣去，不必太怕。僅有我再證明你才是對的，我再證明你比誰有良心，懂自己做過什麼因果之道，榮的力氣拿來念佛。不每天想，先不把他的名字掛在嘴邊，不是逼自己說沒說，你可以承認有事。我的佛號，我的晚年，這就是開始。心裡裝佛號，感恩善念，就帶着光走。60歲後，消耗你的人，就是少一點障礙，多念佛行善，就是多一點資糧，同家人和合。足情地念佛，不仁步調清醒的人，就算身邊有風浪，氣你醒一分。你60歲後，不再把寶貴日子浪費在消耗你的人身上。願你晚年不求大富大貴，
只求心安，不求人人稱讚，只求無愧，不求熱鬧圍繞。個時回到自己屋企，坐下來，不是聽太多怨氣了。第三，我最近是不是把某個人的一句話，就說明你要停一停了？我那個妹的身體不舒服。良不是善良。佛法講慈悲，慈悲也包括對自己慈悲，你把自己照顧好。我不想因為糊塗幫忙而生怨，我信佛，所以我願意祝福你，但我也要守住自己的本分。等，得變了，從以前怕人講，變成現在怕自己造業；從以前追着人情跑，變成現在願意守清靜；從以前一點就着，人活到晚年，就是大福。真正尊重你的人，不會因為你不借錢就翻臉，不會拉你去怨、去鬥、去探。走開的人，也許正好替你清路，緣來緣去，然會來。你最多不再證明你才是對的，是讓自己更累。你知道自己做過什麼，都夠了。老好話比什麼都實在。你可以先不恨得那麼深，先不每天想沾滿你的晚上，放下是一步一步的，不是逼自己說沒事。叫我的佛號，我的萬年，這就是開始。心裏裝佛號，感恩。善念就帶着光走，俾好一條路，少見消耗你的人，就是少一點障礙，多念佛行善，或學會放下，就是多一點自在。好似我哋，你說話不仁，福報不容易漏掉。清醒的人，第一步，所以你回到佛號，願你60歲後，把日子用來修心養生和家念佛。願你晚年不求大富大貴，只求心安，不求人人稱讚。南無阿彌陀佛。不要急着去改別人，先回到自己屋企。第一，不是為了面子做了讓自己不安的事。和自己，這3個問題，只要有一個答案是說對來。你怕自己整晚睡不着。佛法講慈悲，慈悲也包括對自己慈悲，也是功德。讓人有智慧，你可以回答：我不想因為糊塗幫忙而生怨，我信佛，所以我願意祝福你。是的，從以前怕人講，變成現在怕自己造業；從以前追着人情跑，再會念佛停一停，這樣的變是好事。往之為處變。尊重你的人，不會天天挑你痛處。真正的善知識，留下來的人是好緣，因為你有界線而走開的人，也許正好替你清路，然會來。不再證明自己當年多委屈，不再證明誰欠你最多，很多證明到最後只是讓自己更累。到良心知道，我好覺拿來從家人講一句好話。給一下子原諒，你可以先不恨得那麼深，不讓他的影子沾滿你的晚上。放下是一步一步的，件事毀掉我的飯，我的睡眠，我的佛號，我的晚年，這就是開始。不是誰輸誰贏，裝貪就帶着貪走，心裏裝佛號，感恩善念，你的心準備好一條路，少見消耗你的人，都是多一點資糧。同家人磨合就是少一點牽掛，學會放下就是多一點自在。校會亂，被拖走，清醒的人就知道哪裡可以安住。爆掉，用情緒裡回到佛號，而是把日子用來修心、養生和家念佛。願你晚年不求大富大貴。南無阿彌陀佛。不要急着去改別人。幾3個問題，不是為了面子做了讓自己不安的事，反覆折磨自己。這3個問題，停一停，不是逃避，卻難搶。禍人說你小氣，自己面若錢不夠，為照顧的眾生，佛法講慈悲，
幾成為家人的擔憂，這也是功德。信佛不是讓人利用，信佛是讓人有智慧。我信佛，所以要為胡圖幫忙而生願。我信佛，楊廣不但偶痴，從以前怕人講，再願意守清靜，從以前一點就着，變成現在會念佛停一停，這樣的病，往由我處變，鬥痴開。真正為你好的人，不會天天挑你痛處，留下來的人是好緣，因為你有界線而走開的人，了，不再證明自己多年多委屈，不再證明你比誰有良心，很多證明，因果之道，佛菩薩之道，拿來說一個好過，若一下子原諒，不把他的名字掛在嘴邊，先不讓他的影子沾滿你的晚上。你可以承認有事，但我今天不再讓這件事毀掉我的飯、我的睡眠、我的佛號、我的晚年。早帶着遠走，心理狀態。60歲後，最要緊的就是替自己的心準備好一條路，就是多一點智量同家人和合，就是少一點牽掛，學會放下。的人就算身邊有風浪，也知道哪裡可以安住。別離醒一分，從他勉勵從一點，不再把寶貴日子浪費在消耗你的人身上，而是把日子用來修心、養生和加念佛。咱只求無愧，不求熱鬧圍繞，只求善緣相伴。淡淡的功課，倒一杯溫水。聽太多怨氣了。第三，我最近是不是把某個人的一句話放在心裡反覆折磨自己，就說明你要停一停了。喂，卻硬砌，是忘了自己也是一個需要被照顧的眾生，對自己成為家人的擔憂。信佛不是讓人利用，我不想助長貪心，我信佛。我願意祝福你，但我也要守住自己的本分。這樣講，前什麼都忍，就怕自己造業。從以前追着人情跑，變成現在願意守清靜；從以前一點就着，變成現在會念佛停一停。處變都會因為你不借錢就翻臉。真正為你好的人，不會拉你去怨、去鬥、去貪。能因為你清醒而留下來的人，緣來緣去不必太怕。不再證明你才是對的，不再證明你比誰有良心。己做過什麼，因果之道，明的力氣拿來念佛，都實在。就不每天想，先不把他的名字掛在嘴邊。不是不自己說不是，你可以承認有事。我的佛號，我的晚年，這就是開始。心裡裝佛號，感恩善念就帶着光走。60歲後，消耗你的人就是少一點障礙，多念佛行善，就是多一點資糧，同家人和合。台欲地念佛，步不容易漏掉。清醒的人，就算身邊有風浪，勸你醒一分。你60歲後，不再把寶貴日子浪費在消耗你的人身上。願你晚年不求大富大貴，只求心安；不求人人稱讚，只求無愧；不求熱鬧圍繞。今日聽完節，回到自己屋企坐下來，不是聽太多怨氣了。第三，我最近是不是把某個人的一句話，有一個答案是，就說明你要停一停了。怪你身體不舒服，不着你不怕，樣不是善良。佛法講慈悲，慈悲也包括對自己慈悲，你把自己照顧好。我不想因為糊塗幫忙而生怨，我信佛，所以我願意祝福你，但我也要守住自己的本分。得，你變了，從以前怕人講，變成現在怕自己造業。從以前追着人情跑，變成現在願意守清靜；從以前一點就着，人活到晚年，
就是大福。尊重你的人，不會因為你不借錢就翻臉，不會拉你去怨、去鬥、去貪，也會正好替你清路，緣來緣去，然會來。不再證明誰欠命你才是對的，自己更累，你知道自己做過什麼，都夠了。我那句好話比什麼都實在，給一下子原諒，你可以先不恨得那麼深，先不會天上遮滿你的晚上，放下是一步一步的，不是逼自己說沒事。電視毀掉我的佛號，我的晚年，這就是開始，不是誰輸誰贏，而是這一顆心。心裏裝佛號，感恩善念就帶着光走，備好一條路。少見消耗你的人，就是少一點障礙，多念佛行善。不學會放下，就是多一點自在。醒地說話的人，福報不容易漏掉。清醒的人，再一步，水裏回到佛號，願你60歲後，而是把人只用來修心、養生和家念佛。願你晚年不求大富大貴，只求心安，不求人人稱讚。不要急着去改別人，先回到自己屋企。為了面子做了讓自己不安的事。第三，翻個問題，只要有一個答案試試。愛人一句請求，你怕自己整晚睡不着，不夠你忍。佛法講慈悲，慈悲也包括對自己慈悲，也是功德。你可以回答，我不想因為糊塗幫忙而散怨，我信佛，所以我願意祝福你。對，是的，從以前怕人講，變成現在怕自己造業，從以前追着人情跑，再會念佛停一停，這樣的變是好事。往智慧處變，對，真正尊重你的人，真正的善知識，因為你有界線而走開的人，也許正好替你清路，然會來。不再證明自己當年多委屈，不再證明誰欠你最多，很多證明到最後只是讓自己更累。拿來睡一個好覺，拿來同家人講一句好話。給一下子原諒，你可以先不恨得那麼深，不讓他的影子沾滿你的晚上。放下是一步一步的，但我今天不再讓這件事毀掉我的飯、我的睡眠、我的佛號、我的晚年。這就是開始，不是誰輸誰贏。心裏裝貪就帶着貪走，心裏裝佛號，感恩善念。你的心準備好一條路，少見消耗你的人，就是多一點資糧。同家人磨合，就是少一點牽掛。學會放下，就是多一點自在。不容易被拖走。清醒的人，哪知道哪裏可以安住。你從情緒裏回到佛號，而是把日子用來修心、養生、和家念佛。願你晚年不求大富大貴，求善緣相伴。南無阿彌陀佛。不要急着去改別人。第三個問題，不是為了面子做了讓自己不安的事，反覆折磨自己。這三個問題，停一停，不是逃避，卻難參。和人說你小氣，自己面若錢不夠，被照顧的眾生。佛法講慈悲，己成為家人的擔憂，這也是功德。信佛不是讓人利用，信佛是讓人有智慧。我不想因為糊塗光芒而散怨，我信佛。兩講不但有慈悲，從以前怕人講，再願意守清淨。從以前一點就着，變成現在會念佛停一停，這樣的變，往柔和處變。真正為你好的人，不會天天挑你痛處。留下來的人是好緣，因為你有界線而走開的人。不再證明自己當年多委屈，不再證明你比誰有良心，很多證明。到佛菩薩知道。拿來睡一個好覺，給一下子原諒，
不把他的名字掛在嘴邊，先不讓他的影子佔滿你的晚上。你可以承認有時，但我今天不再讓這件事毀掉我的飯、我的睡眠、我的佛號、我的晚年。就帶着遠走，心理狀態。60歲後，最要緊的就是替自己的心準備好一條路，就是多一點資糧，同家人和諧，就是少一點牽掛，學會放下，就是多一點自在。